我都冇睇到係 O 乜嘢，O 乜歌嚟嘅。阿尖幫我借證俾佢係有條件㗎嘛，即係有，即係至於啲人工嗰度有條件啊。跟住，但係佢揾我做分牌咧，就啱啱報標個條件啦。咁但係佢又唔揾我做分牌，5秒進攻。白色2號2分炒，7號公板。跟住就係因為我聽講啦嚇，唔係佢本人講啦。白色33 2分炒，黑色33 D 板。我聽講就阿坦健。黑色4號7號透過白色。黑色4分。嫌我成日咁粗。跟住我就咁咪唔好撳咯，咁佢咪自己蝕錢啫嘛。佢本身可以慳啲錢出嚟。即係佢唔會，因為我借證俾佢，你唔會出低過某一個人工俾漢流。咁但係我做數據係人工，佢數據人工低㗎嘛。我唔知啊，佢數據好低，75蚊一個鐘㗎啦。你咪借我來。係咩？都係借咁多。36藍板 turnover， 白色7偷，白色23炒2分。咁我咪變咗貼錢落去個數據度咯。如果我做分派，佢咪唔使貼錢，佢就賺盡咯。2分炒，我睇唔到我係咪57啊？你等我一陣啊，56一個 D 板。好啊。換人12秒進攻時間。以為你話依節添。而家度開心咗一下，跟住就冇望啦。8秒。3分，哇！56 3分入。你係咁樣攞嚟一轉嚟。黑色36 3分2分炒。藍板白色23。白色7號 turnover， 黑色4號偷波。黑色4號2分炒。白色2號 D 板。白色33 2分入。真唔薄啊！會喺度休息，黑實去擋嘅。第一場冇睇，第二場冇睇，第二場自己睇。黑色33 2分炒，白色7 D 板。2號 turnover， 黑色8號偷波，黑色8號2分炒，白色33 D 板。turnover 黑色36偷波，白色33偷波300 turnover， 黑色7號3分炒。換人嗎？
8秒。57 turnover， 36偷波，36 turn 咦？冇偷女喎，我冇回中。哦，咁佢真係 turn 啊，36 turnover，跟住白色11偷波。佢都攞唔晒點就攞係啊，跟住白色11 turnover， 白色11 foul 波，跟住36偷翻個波。好，我複雜嘅關係，唔好意思。黑色33 2分炒白色30 D 板，白色11 2分炒57一個 O 板，3秒7，炸咗型啊！唔好意思啊，揼咗釘啊喺地下。但係佢因為佢入去佢逼咗佢冇傳啊嘛，跟住佢就諗多2秒。喂，其實佢拍到入去，係傳咗水嘅。佢拍到入去啊嘛，跟住逼咗。8秒進攻。白色11 2分炒冇點框啊！24秒為例。換人。11炒2分30公板冇下文，冇下文啊，唔係好重要。我琴日有聽到佢哋講呢對嘢啊嘛。300有個公板，炒頭2分先啊，都2分公板係，跟住白色30 foul。300炒1分。今日做波好啊！今晚出哦，車錢炒。今日做完聽晚就做。做咩落地咧？30 turn off。聽到換點解死啊？先我一計完條數俾一條即刻過數。好啊，我哋人工交俾你。幾號？36。38後。黑色38 4飯。白色33 2分炒，黑色掹5 turnover， 籃板都係佢，然後7號偷波，白色33 分炒，黑色38 D 板 turnover， 30偷翻。白色11 2分炒，9秒進攻時間。5秒。57 3分炒，白色7號公板2分炒，白色57公板之後炒2分，3 3攞翻個。第3節完。完。做定黑色。